广州2名女大学生报警，控告广州华科教育咨询服务公司总经理黄波用传销式的课程骗财骗色。他在广州周边各大校区学生面前刻意将自己装扮成成功人士、创业导师，随之而来的就是欺骗和性诈骗。2010年夏季的一天，黄波在广州某高校一间宿舍内主持了一场名为“过火海”的拓展训练。训练完毕，黄波点名要叶音留下来清扫房间。随后，黄波反锁房门，开始向叶音发号施令。就不大，然后他就看着表跟我说，在90秒之内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叶音没听清楚，黄波又再重复了一次。不过此时叶音头脑一片空白，他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包括你的幼体，如果说你连幼体这一关你都过不了的话，以后你可能真的什么困看到，然后再说还有10秒，就在他倒计时的时候 ，OK， 我把全部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就这样，两人发生了性关系。随后，叶音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之中。在大学城内，黄波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资料显示，黄波的公益演讲遍及广州各大高校。叶音说，不少的女大学生都有同样的遭遇。我的知道确定的已经有15个左右了，但是真正愿意站出来的没多少个。记者昨天拨打黄波电话，不过电话处于关机状态，而博客中关于黄波所指的职务和单位，大多数都无法证实，或者是被对方否认了。